不老呢。爱准备的食材有中甜米粉40公克，无盐巴达85公克，鸡卵2粒，巧克力豆100公克，可可仔粉15公克，乳白糖100公克，乌糖50公克，盐2分1汤匙仔。头一步，浸100公克的巧克力豆，甲切做细块细块，分做60公克和40公克备用。用微波炉也是压缩炉，甲麦达加热互扬起，微微啊浮泡就会用得。过来，就甲麦达加60公克的巧克力豆倒做伙，拿到完全融合。这就是巧克力豆甘纳许。摕一个锅仔，放2粒鸡卵，甲浸好的幼白糖和乌糖倒伫同一个锅仔，用拍卵器拍到色水变甲较白。接续加盐和巧克力豆甘纳许加入去，拉好焦。过来，甲中甜米粉和可可仔粉过开了后加入去，轻轻啊拉到无看到粉就会使啊。要甲面糊拉好焦匀，粉会当分2解至3解加入去。爱注意，锅仔边的粉爱甲烤好清气。最后，甲40公克切好的巧克力豆加入去，面糊就完成啊！面糊内面嘛会当根据家己的口味加寡坚果、内烘的巧克力豆等等，增加口感，甲无共款的滋味。也是压伫咧外皮装塌一下，看到加足好食款哦。烘模内面用铝箔纸粗好好势，甲面糊倒入去。用箸以字形甲面糊小拉一下。会当甲较大的气泡拄好破。最后，烘箱预烧到180度，烘20分钟。用箸也是签仔拄入去不老年中央，摕出来的时阵，若无黏面糊，就会当出炉啊。无论你敢有情人，拢爱保持笑容，逐天快乐，好好啊爱家己。祝福大家西洋情人节快乐！